这概念还是要有，就是说，就算行政划分上是各自的，但是还有一个协调的一个统合的一个机制。其实目前整个世界的趋势看起来这样，大概1000万人口的城市是最适当的，它是最有这种竞争力的，大概1000万上下。那我们在台湾的首都生活圈呢，其实应该从基隆一直到杨梅这一带，大概也有1000万。那这个会最符合整个城市的竞争力。那我现在有机会说这个有机会说基隆人该决定基隆人是什么事情，所以他有点好像不办。没有啦，这种东西是这样哦，这个不过这样的，首都生活圈的概念是对的。你讲述他的对，经过一下，不好意思，这是新的证件吗？2020没有啦，这个不是20我拍谁想问一下，你先讲完好了，对不起。你说没有啦，我跟你讲，这哪里是证件，这早就是常识了嘛。那可以讲一下台北市联合医院的那个假账问题，你目前了解的状况？这个是这样的哦，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人口老化嘛，对不对哈？所以表面上我们总人口没有什么增加，但是人口老化，所以我们整个因为老人还是医疗费用比较高，所以从过去这几年其实到未来几年都一样，台湾的医疗费用会大幅上涨，除非我们的医疗体系有做改变 ，OK。可是啊，政府为了这种选票的考量，他一定不会去增加健保费，也不去增加部分负担的百分比。所以明明就是医疗费用在上升啊，可是不够了，对不对？那个医疗的准备金不够，所以怎么办？就开始限制门诊成长嘛。那我们市立联合医院，你知道，其实我看所有的医院都一样，我们不可能去挂一个招牌说不准入内，或者说我们限挂号、限号，你知道哈？所以怎么办？就是你门诊量减不下来嘛，减不下来怎么办？那可是健保就要求说你的门诊人数不能上升，所以怎么办？就变成不报账嘛。所有事实的真相是我们白做工不报账。结果你看看哦，那个报纸的标题，什么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做假账，我看了看都心里想说，哇，这后面又是哪一个杨惠如又在带风向？拜托，我们是白做工不报账，结果标题变做假账，这差太多了吧？这实在是，不过是这样的哦，不过是这样。其实这个健保费的问题啊，健保的系统，因为我自己是医生，我非常清楚。我们目前这个健保的制度如果不改变的话，健保还是很快就破产。那我现在是不是定调选前2周要请假打选战？是不是第一站要去高雄？那有要请假吗？有需要请就。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国民党立法委员顶礼拜为着网军的代志去外交部抗议，立委的手和共党的立法委员硬着，外交部昨日讲要告立法委员，国民党的立委就无欢喜啊，今仔日嘛去台北地检署告外交部部长吴钊燮诬告，来看现场上新。12月6号，国民党团正式通知外交部国会联络人，我们依法执行职务，要拜访外交部，要去了解施启成这个个案，因为人命关天。但是到现场的时候，外交部竟然部署了500位警力，阻隔我们进入外交部。另外，在推挤当中，造成陈玉珍、李玉华送医急救。所以，反而外交部反而提告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还原真相，要告吴钊燮。第一个妨碍公务，第二个诬告，希望透过司法的程序能够还我们清白，也给社会一个真相。好，谢谢。我们到外交部之前其实有事先通知外交部，结果他们就是不但不接待你们，现在反而还用提告的方式。没有错。我们试问，世界上哪一个民主国家会部署500位警力来对付国会的议员？我们没有告他，他反而告我们。我长这么大，我真的没看过这样的外交部，这样的蔡政府这么嚣张傲慢。所以希望全民能够看清楚蔡政府的嚣张跋扈。
社会消息来关心，又搁发生内底人恁啊长湾有警察害人无命。昨下晡3点钟，一架大拖车经过台7线北极磅空的时，敢因为长湾一个无注意到内底人的恁啊有警察去回到边仔这架奥多拜，骑奥多拜的人伊的车掉伫头前，另外伊的人煞互后链交过，送去病院急救也是救袂倒转来。警察讲大架拖车的运将无啉烧酒，到底是安怎会发生意外？即马等咧进一步调查。另外来看到有民众伫咧国道翕到有人拿塞车拿鸭头伫咧食便当，看到这个塞车的人一直看头前，也毋过不闪时鸭头爬饭，看起来足危险。民众甲画面铺上网络了后，引起到网友回甲真热。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桂阿虎来传来了解。阿虎。好的，主播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呢，在国道上居然有人窗户开着吹着风，然后在边开车边吃饭。这个镜头让人看了很傻眼。仔细看开车的女驾驶呢，虽然一路上是盯着前方，但是每隔几秒就会低头，并且一手筷子一手方向盘。就算技术再好，若遇到紧急意外，恐怕也很难反应过来。这个画面呢，被人贴上网之后，不到24小时就有4000多人按赞，也引来呈现2极的议论。有人认为实在是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是社会常态，本来就一堆人不得不与时间赛跑。但也有人认为对这样的说法表示反感，不仅讥讽有可能是最后一餐，也认为不能拿时间赛跑来和用路人的安全做比较。其实按现今的法条来看，吃便当有可能会构成危险驾驶，可以罚6000元到2400元的罚款，并且当场要禁止开车。不过罚钱事小，民众最好还是好好开车，别再边吃边开，让自己深陷危险中。以上是目前所掌握的最新情况，请交给棚内主播。多谢阿姑，社会师继续要来关心同款是赛车安全问题。新北市三甲介绍路一段拜二暗伫咧做这个雅士港的工程，结果暗时9点半做好势了后，一寡大车经过拢无问题。路尾2架沙石车经过时，敢若因为伤过重，速度嘛伤过紧，引起到规路煞破开。后壁一架轿车和2架奥多拜一个无注意到车掉伫遐，其中骑奥多拜人较严重，拢总3个人倒车累残。事后雅士公司和包商讲的负责到底，该在无生命危险，啊若无歹运的，恐惊一声就去拖酒卖鸭卵。沙石车真紧来通过，但后一秒发生想袂到的状况，敢若看路规个裂开，换一个角度过来看一摆，头一只沙石车经过，路就随地歹去；第二只接咧通过，担仔架当场就裂开，吹起土沙粉，其他的车拢来伫闪避，但后壁这台轿车就挡袂住，链落落去沟内底，袂顶袂动。刷落来，奥多拜技师嘛无注意，直接连人挂车摔出去。伤过突然的后壁，阁有相载技师在咧累残摔伫咧涂骹。就他过去之后，就整个都溢出来。对对对，我就撞到石头，就是柏油的那个碎块。担仔架规个敢若互人砸过共款，民众叫是管线破去，发生爆炸，惊甲赶紧来报警察。原来进前这个路段咧做管线的工程，10号暗时7点外来将路铺好，9点半开始通车，但才通车3分钟就发生意外。2小时以后就可以通车，所以我们拖了2个半小时以后通车，是照标准作业流程去做的。2部的重型车超载而把我们的管沟压坏。我们也是受害者。驾驶公司提出影片来自清，表明将来唔要发生这种代志。讲时间的定速甲通车的时间完全是合标准的。第一时间嘛有袂少的大车来经过，拢无问题，所以怀疑是沙石车严重超载，加上车速伤过紧，才会从路内底歹去。第一台经过就还好，第2台经过的时候，它就整个砰掉下去。代志就是发生伫咧新北市三甲介绍路一段，路无平，造成2名技师来刹车。施工的单位即马赶紧咧修补，嘛会负起赔偿的责任。但责任的归属到底是驾驶公司的施工包厢问题，还是沙石车超载造成的？恐惊都要搁继续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有无天良的业者利用10外的空壳协会，用交流的名义伪造计划书、申请书、甲移民书申请，予中国违法的人入境来到台湾。检察官带警察分组几落路，找到前平面媒体记者洪庆林出来问话。发觉讲伊牵涉到一个人开2000块来骗移民书，为2017年卡单当中累积上万的中国的民众入境，其中都有统政部门的官员，2年来已经赚1000多万。你有收中国好处啊？你收多少钱？
面的郭翠安对记者的问题拢唔回答，今日去台北地检署，伊就是真平面媒体记者洪庆林，啊，伫伫个后壁是因某甲伊的查某囝，一家3个人，甲员工拢总10个人，全部拢互带入去地检署。检警查到洪庆林利用伊成立的查华健康的人头协会，用交流当作理由。作假客户书申请书向移民署申请，和中国人违法入来台湾。根据了解，伊向所有来台湾的中国人收上少2000块的手续费。为2017年1月到今年6月，已经有超过1万的中国人违法入境啊！人头协会赚乌心钱超过1000万，用这种违法的方式入来台湾的中国人内底，还有中国官方的统战官员，其中包括深圳市盐田区为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李泽贤，各有市统战部长连陪讲这的人。人行澳门违法入来台湾，到底是要来观光的，还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大选进程时机敏感，和检警唔敢放放。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第一关山玉山可能会欠水可汗，这款的情形到明年3月进前可能拢无法度改善。即嘛是寒天，山区本地就可汗较无落雨，若是山底厝，这个水塔老早就已经打起啊。要来打底啊了后，玉管处即嘛赶紧呼吁民众，讲爬山都要家己穿啉的水，才袂无水通用。照个相吧。民众爬台湾第一关山玉山爬到大粒关、小粒关，总算要到终点啊！赶紧停落来啉茶休一下，唔过四界看，唔管倒位拢无山泉水，因为寒天到啊，玉山山区开始要无水通用啊。长长的水管含一滴水都无，这讲线本来拢是为着要甲水接去山内厝互人用的，不过玉山国家公园内底水塔欠水量普遍无够，有的阁已经打底啊。玉管处嘛讲，若是阁唔落雨，恐惊到明年3月拢同款会欠水。在秋冬时节，山区里面久会下雨，以至于我们玉山园区的山屋严重缺水。来登山一定要自备水分。玉管处进一步讲，白云山庄逐工爱用的水，拢爱为溪仔底抽起来，看会出来真是真欠水。呼吁民众搭水机去爬玉山，可能爱家己排水起哩，或者是先查好适合的水源地点，避免无水通啉。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事刚刚继续来看到花莲太鲁阁部落，即嘛嘛咧当要准备过耶诞节，利用山区修整了后无用的树尾、树枝做一张圣诞树，边仔也阁有真特别的布搭。拜日暗开始来点灯仪式，有红色、白色的 LED 灯火，甲规个暗时笑甲光亮亮。原住民族唱歌跳舞，伫咧茶器的传统厝内底闹热，规个砖头、砖塔甲水水，变做耶诞部落，欢喜的气氛特别无同。代表希望的蜡烛光放伫咧手掌心内底，身躯对着音乐慢慢来摇。时间一个画完，几百粒的 LED 就将这个暗暝点互光，蓝色、白色做基本，营造出寒天的耶诞气氛。伫咧花莲太鲁阁部落内底，用山林的打树机打造特别无共款的耶诞树，族人欢声载道，用跳舞来展示传统。除了民族气氛，搁结合现代歌舞，一开场就先来一个头饰大车链。就是他们在介绍他们的文化，也是很幸运可以看得到这种节目，真的很不一样，很感动。有时太鲁阁部落湾为着要对着时代，造成当地青年豆豆啊，袂记家己的传统文化。这摆借着耶诞节，结合少年的舞蹈，展示新款的节庆面貌。那我们这个是利用这里的枯树啊、装置艺术啊，该修剪的把它剪下来，所以全部用当地的废材，打造新款的节庆面貌，有近甲少年人的距离，要延续太鲁阁族的传统文化。记者综合报道。继续要带台规台湾来行透透，来看到2019年剩半个月较加伫要过啊！气象局预测讲，12月31日晚暗嘛5点25分，2019年上尾一个黄昏就会出现伫咧台南安平甲高雄以后，含2019年3时。另外，2020年台湾平地头一个日出曙光是伫咧南屿，是6点08分。若平地上早的曙光是伫咧台东三仙台，也有屏东鹅銮鼻是6点11分。另外，咱嘛看到家人条景公园差不多是晚5分钟。天顶过红旗旗，但年上尾一天的日头落山，拢会请真侪民众烧济要看。2019年12月31日晚暗5点25分，台湾本岛平地上尾日头落山，就伫咧台南安平甲高雄基顶。
2020元旦台湾本地上早的日头光，会伫火烧岛南市6.08分，刷落6.11分，本岛本地台东三仙台、甲屏东五南片嘛会当看到日头光。6.12分，花莲中德、宜兰苏澳、新北三貂角。6.13分，基隆条景公园嘛会当看到天渐渐啊光。毋过想要欣赏到日头出来美景，就要搁稍等一下。曙光到日出的时间大概会间隔到20几分。本岛的最早日出时间是在三仙台然后还有龙盘公园都是6点35分。但年拢伫花莲才有的 F16 战斗机迎接日头光的活动，今年会为7星潭风景区刷起花莲市太平洋公园来办，5架 F16 战斗机起飞了后，伫外海编队，等到日头出来，再用大间的队形飞过太平洋公园的天顶。今也未计划好要去倒位迎接2020活动的信息，报互你知。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继续刷来去澎湖，看到澎湖伤心石虎名声烫惊城，真侪人煞唔知影石虎数量上侪是伫遮，这就是吉贝岛。为了要来带动在地观光，县政府特别请老师傅，甲其中一个伤心石虎换做三心石虎，2粒变3粒，规罐的造型更加醒目，嘛希望请更加侪观光客来行动。相片内底3个爱心连做伙，为着要互7米伤心石虎，甲风头拢抢去，吉贝师嘛打造这个三心石虎。青春常青，红红脸儿红，都是为了你。是你到我的梦里来，还是要我走出梦中？心连心的画面嘛，互人想到有名的老歌，所以嘛有人把这个三心石虎叫做一更心。7米伤心石虎是澎湖真有代表性的地标，嘛互人叫做上水的石虎。不过石虎数量上济所在，其实伫吉贝斯。游过去了，游过去了。石虎是利用把楼甲烤楼来掠鱼仔的，把楼的时阵鱼仔收入去石虎内底，等到烤楼的时阵就收袂出去。是早期用来掠鱼的法宝，这几年石虎变作观光景点。澎湖县政府为着省旅客，专工请师傅来修理，甲吉贝斯的其中一个伤心石虎改做三心石虎。7米伤心石虎伫澎湖的南海，吉贝斯伫北海，南伤心北三心，哪加一个话题，嘛互澎湖的旅游加一个新的选择。记者综合报道。小连续上新的消息，先来关心东北季风冷空气带到中国大陆的污染物落南，为半暝开始，慢慢来影响到北部空气的品质。根据到环保署上新的监测资料，今仔日规工西半部空气品质拢是柑仔色的警报，另外高雄、屏东地区可能到红色有害级数。环保署特别讲到，新竹、苗栗以北的地区，日时的 PM2.5 1点钟的浓度可能到入立方公尺50到70微克。若空气品质是柑仔色提醒的警戒到红色的警戒，可能伫咧过昼了后，这款的情形会当慢慢较好。也毋过中部以南会受到这个影响，其中云嘉南沿海所在因为风较透，可能有影响的情形。短时间内会测到红色警戒级数，提醒较过敏的人或者是坐过人、囡仔、抵抗力较烂的民众，尽量较莫伫咧外口出入。若无，若是要伫咧外口，都要记咧挂嘴炎。同款嘛是上新的现场，来看到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下早来到台北地检署来告外交部部长吴钊燮。外交部拄则上新的回应，讲到全国的百姓心肝头有一支枪，知影想对想唔对。谢谢严玲，我综合回答，就是有关于这个国民党籍的这个曾委员他今天这个提告相关的事项，既然国民党的立法这个民意代表。他们表示将诉诸司法，我们就尊重司法审理的结果。但是外交部不会容忍任何人对于执行公务当中的外交部的文官进行言语的暴力或者是肢体的暴力。我们要这样做，以维护文官的一个尊严跟安全。国民党籍的民意代表对于外交部基层同仁的肢体的侵犯证据充足，外交部已经提交到行政相关的警政单位进行侦查。我们也相信司法会还给外交部同仁正义。我们也相信委员们他们的所作所为，全国民众自有公平。本案进入司法程序之后，
外交部相信司法机关将依法调查事实，也将还给行政机关我们的公务人员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不受违法的干扰的一个空间。我们相信这也是全国人民的一个利益跟共识。谢谢。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来。发言人不好意思，想请教一下，因为大家现在都在追那个卡城杨惠如案然后国民党团他们今天是表示他们会正式行文到外交部，希望外交部可以提供杨惠如的出入境记录。那请问外交部这边的回应是？我相信这个卡神案已经进入相关的这个司法的程序哦。那我们之前已经多次这个说明了，外交部尊重相关的司法的审理。那本案呢，如果相关的这个司法单位他们行文给外交部，外交部将依法来办理。谢谢。另外，这个上新的现场来关心2020年总统大选已经开始倒打时间，剩1个月。总统电视辩论也阁唔知伫当时，韩国瑜的阵营不满蔡总统，干下要互固定的媒体办辩论会，怀疑讲挑工要来拖时间。而且总统撰文参加朱贵堂停因后晚会活动，嘛有上新的回应。我看这件事情好像他们对特定的媒体是特别的敏感我觉得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参选总统了那我的经验是这样，每一次的选举里面的辩论的事项我都很严肃而且认真的面对那无论是在政策发表会或政见发表会，或者是在辩论，我都很认真的去准备，也很认真的去进行各项的辩论倒是我的感觉是在过去的几次的总统选举里面，在辩论议题上做政治操作的都是国民党跟国民党的候选人阵营那我看这一次的操作的手法跟过去也没什么两样我觉得辩论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这样做政治操作不好。总统想请教一下，因为现在根据最新的2份民调显示，您都领先了30几个百分点，这跟您自己掌握到的选情状况是一致的吗？而另外，对于您领先30几个百分点，韩国夫人给加分说，换算的话大概是赢450万票，他说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不可能发生的事。所以他的意思是他不相信民调，是不是？那为什么常常又要引述民调呢？那我们不论民调怎么做了我们都做参考。不过有一个趋势确实是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的领先的情况确实是一个稳定的领先的情况但是即便是如此呢，我也希望就是说，无论是我们的竞选团队，或者是我自己，或者是我们的支持者在最后的结论千万不要松懈我们还是尽全力来打这场选战，那争取最多人的支持。我想回到韩国瑜，因为他昨天就是在各种指出对网军这件事情的支持一个要么或者自己都可以信，那你要怎么回应他？那另外就是他的副手张善政今天换他上广播节目的时候，直接点名说你做了很多坏事，连主持人帮你还价，他还说叫主持人是被你洗脑了。我觉得以前总觉得韩市长是信口开河，怎么连他的副手做过行政院长的人都信口开河是不是选举选到这个情况，他们已经有一点要找一个适当的形容词来形容。走火入魔。不至于到走火入魔，但是选举选到这个程度这样子的信口开河其实是不必要的最后的关头，我知道大家都很紧张但是还是要回归理性来进行这场选举这样信口开河没有证据的话，任意的贴标签、任意的指控，都不是总统候选人或副总统候选人应该要做的事情了不好意思，想再请教，因为我刚才有问题，就是叫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个案其实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那我们也尊重司法的这个处理了倒是良心这件事情这个韩市长把高雄市从第1名的直辖市做到最后1名的直辖市，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问
说他对于他自己的表现跟他的这种在过去一段时间不负责任的态度他的良心应该要是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事情。那我跟您请教一下，就关于说跟柯市长选举的时候，2020这一选结束，他就说他不排除选2024，还是怎么看？我现在很努力的在选2020的总统连任了哈，不过比较可以确定的事情是我不会参选2024。总统不好意思，想再请教，因为总统刚刚在直播中有提到说，为什么年轻人支持你是因为觉得国家正在进步，但是韩国瑜他在专访中说是因为进党操作网军。我觉得这句话显现出来他自己对自己不足的地方是没有深刻的理解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判断，也有自己的感觉不是可以被操弄出来的那在网络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的年轻人是很活跃的他们在网络里面表达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感觉那这些都是年轻人他们参与这个民主社会里面的讨论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韩市长必须对这个年轻人的这种想法要有更好的这个掌握那他刚才那样的说法对年轻人是不公平的。好，咱拄则听到就是总统蔡英文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国民党正副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甲张善政两个人伫咧中山街抽候选的号码了后，做伙唱一首由蔡枫玲改编的歌曲。张善政讲，这首歌是韩国瑜精湛才改编好势。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李永平。好，主播的观众带您关心国民党总统大选的最新情形哦。前一天晚上呢，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他是自己在直播节目上爆料，他说在中选会抽号次那天，他跟韩国瑜所唱的歌，其实是前一晚韩国瑜说花30秒唱给他听的《彩虹铃》。我们来听一下他刚刚的说法。那个时候我刚好快要就寝了，那他来电话就说：“张院长，我唱条歌给你听，30秒就好。”就把这个改过歌词的歌唱了一遍，我听了就哈哈哈，很好笑。我说怎么样？你明天抽完签要唱这条吗？说对啊对啊。我说很好啊，就这样子。后来就把歌词传来，就让我练习一下，就这样子啊。所以你睡前其实在练这首歌吗？没有，这条歌不需要睡觉就睡觉了，练这个，第二天早上起来练5分钟就练好了嘛，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啊。可是唱这个歌跟你平常的这个学者形象好像差距有点大。你们的意思就是说学者就不会唱歌？因为这首歌太欢乐了。太欢乐了，那个选举本来就应该欢乐啊，对啊，快快乐乐的选举啊。歌良好，我们本来以为是因为2号，所以那其实当时是想决定，不管抽到几号都要唱这首。对，没有，不管抽到几号都会唱。哦，对，是这样，没错。好吗？对。那个你们晚上平常都会打电话聊天吗？没有，很少，非常少。对，我们彼此非常尊重彼此的这个私人生活，所以我们大部分都透过幕僚啊。那这个大概是实在是他要亲自唱给我听啊，大概透过幕僚就不能亲自唱了嘛，就这样子。那市长当天说太好听了，再唱一次，你真的现场听，你有觉得太好听了吗？你说现场啊？对，你们唱的，你有觉得像韩市长觉得一样有那么好听吗？我觉得第2次比较好听。好，张善政他是回忆当天晚上的情形哦。他说呢，韩国瑜打给他说，只要花30秒听他唱一首歌，然后呢说这是明天要唱的歌哦。接着呢挂了电话，还把歌词用简讯传给他哦，看来是希望他要练习。而他也认为呢，选举就是要有趣，所以唱这个歌呢也是无伤大雅。以上现场详细情形，主播。继续要来关心世界大代志，这是澳洲新南尼威尼斯州这个树林大火，结果上届大社区雪梨规个影影甲真严重。海沙坡本来是金仔色的，因为规个倒起来了后，规个虎拢冲来到海边啊，变做是规个乌的，内底就有人看到有树叶啊。专家是真烦恼讲，海藻因为生炭了伤过济，鱼仔死规片，可能会污染到雪梨民众生活用水，也个影响因身体健康。金色的山坡绵绵长长，蓝色的海水真清澈。澳洲雪梨的巴布罗海坡风景真秀丽，是热天热门的度假所在。不过最近煞变款啦。
亲像是目水的乌色海影一直冲上岸，互人看落是会惊。一日看过去，原本白色、金色的海波满满拢是涂刷粉，我近一看内底阁真侪垃圾物仔甲树叶，都有游客真勇敢落水来游泳，发现水内底涂刷粉厚甲伸手看袂到尽头啊。Everyone was covered in ash. It was all through our bathers, all through our eyes and our ears. 原来这垃圾物是对几公里以外新南威尼斯州的松林野火，大火烧了后的火灰，互海影来冲上岸，将雪内的金色海波变做是乌色的。专家指出，大量的火灰流入去海水内底，恐惊会有藻类来生炭，造成鱼仔类大量来死亡。更较严重的是，互雨水炸入去集水区，就有可能污染雪内居民的食用水，影响身体健康。There are situations in which large algal blooms have been documented as a result of huge wildfires, but it would be a rare occurrence. Iconic Sydney Harbour view that we all know and love virtually made invisible by this thick smoke haze. 受到烧热气候的影响，欧洲东南部的野火一直烧，灾前瓦郡雪内这个大城市，真侪所在大雾是真严重，连海水嘛变做乌色的。这场大火真正是重伤澳洲的自然生态。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第二阶段公费流感预防车初8开始做，头一天做的人拢总81000外人，比往年增加差不多1成7。第二天做的人约有26万人，短短2-3天一礼拜量都已经做完了。为什么选择产销履历的蔬菜？是因为考量价钱，还是因为包装漂亮，或是今天晚餐家里刚好煮这一道菜？这背后原因不讲你不知道，就让我们回到源头，去菜园里看看这产销履历蔬菜到底是怎么来的。每一株新鲜蔬菜生长期就有所不同，短的20-30天，长的1-2个月。全靠农民细心呵护，这小菜苗才有办法长得这么大。但你以为产销履历蔬菜只有这样吗 ？No No No， 事情绝对不。大基本千万字，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日咱生活中嘛常常讲会到，这日就是扫，扫就是钱的意思，像人讲大扫。另外，古早用来拖棺材，咱叫做草扫。一句俗语讲，草扫拖安公，草扫拖安伯，意思就是讲老爸若是无友好阿公，后日逝世，嘛会有样看样。这日文音读做色，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扫啊，这就是钱，用超过2个的纤维线合做伙等，会当用来固定物件、放物件。第二个词 Q 大扫是一款运动，分做2队，分做2边，出来的 Q 一条大扫，若是甲对方拖过来就算赢。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2个词夹做伙。譬如讲运动会伫要上场，头一项比赛就是 Q 大扫，扫也已经准备好势啊。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扫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第二阶段公费流感预防车初8开始做，头一天做的人算有81000外人，比往年增加差不多1成7。若第二天做的人拢总264000重的车，短短2-3天一礼拜的量都已经做完啦。一寡卫生所病院开始做第二天都无货，打广告讲爱赶紧来做预防车。另外，疾管署嘛讲预防车无欠货，是因为地方政府伫咧安排有问题，才会变做无车通做。唔甘咧厝里的囡仔感冒破病，赶紧请假带囡仔去看医生。诊所外口袂少的囡仔嘛伫排队，等要注公费流感疫苗。他今天打公费，我等一下会自己打自费。学校通知了嘛，他说最好来打一下比较好。公费疫苗第一天非常踊跃，
我们的诊所还是医院都已经排到外面去，有些地方它的量估的可能没有估的那么准。公费流感疫苗第2阶段才拄开始，无想到都有袂少卫生局连续传出已经无货啊，还有病院打出库存不足的故事。因为敢若是初8开始，就已经用掉8万剂，比往年增加大约17%。过两天嘛用掉26.4万剂，部分的卫生所伫咧短2-3天就把1礼拜的预购量全部拢用完啦。因为民众真的对于这个4价疫苗的接种兴趣高所以也超乎了这几个卫生局当初的预估量，所以也提前把这个下周原来要配送的量提前到这一周去配送。我想是一个地方调配的问题可能有的地方打得比较多，有的地方打得比较少。配送到各县市卫生局316.5万剂公费流感疫苗，扣掉已经用去的113万剂，目前也有202.7万剂会当运用。虽然目前流感的疫情也搁是伫咧低点，但对10月入秋以来感染流感变重症的个案已经有258例，其中有11个人死亡。疾管署提醒，如果明年1月就会进入流行期，建议民众赶紧来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来看到，这是宜兰县苏澳区的区花杀犹太新正年的海产礼盒，内底有白手在内，拢总8项食材，讲上届钱阁袂贵，算算差不多3000块就买得到。为什么选择产销履历的蔬菜？是因为考量价钱，还是因为包装漂亮？或是今天晚餐家里刚好煮这一道菜？这背后原因不讲你不知道，就让我们回到源头，去菜园里看看这产销履历蔬菜到底是怎么来的。每一株新鲜蔬菜生长期就有所不同，短的20-30天，长的1-2个月。全靠农民细心呵护，这小菜苗才有办法长得这么大。但你以为产销履历蔬菜只有这样吗 ？No No No， 事情绝对不像你想的这么简单。打从一开始，农民团体。欢迎继续带来到新闻的现场来看到，真侪人这阵啊开始要传过年的围炉菜，市面上海产这阵啊起真侪。宜兰县苏澳区的区花就特别杀犹太新正年海产礼盒，咱看到这是白手在内，拢总8项食材，讲上届钱阁袂贵，算算的差不多3000块就买得到。去年杀1500组，无到1天的时间，随个人注文了。今年主办单位加压到2000组，嘛希望让消费者和讨海人会当一面抹壁双面光。规鼎的海产，互人看到脆烂臭臭的，虾仔汤真济，食一喙真正是好食甲，互人会得志。哦，上甜，这拢无烂味素，你啊直接喝汤，你看看，多鲜甜。换一个所在，服务员接电话，手拢唔捌停过，民众拢是卡来买海产礼盒的。请问什么事情吗？要买那个超澎湃的礼盒。原来宜兰的南方澳海产真有名，渔会去年杀海产礼盒1500组出来，21点钟内就红烧完，今年就加500盒，杀2000盒出来，即马唔免用原价，用优惠的价钱就当甲礼盒炸上去。像讲按一斤礼盒原价2600，干那卖2300，礼盒内底有8种海产，实在是真会好。像讲白鲳、北海道干贝、花卉鱼片、豆豉虾布拉、软丝拿蒜虾、扁刷鱼，宜兰大客樱花虾啊，按照目前的行情超过3000块，还有宜兰有名的海产白白花卉鱼片礼盒，原价72，今马600块就当买回去，这个杀出来2点钟内就红订完。这个虾啊，有青无青哦，看这就知啊。定做咱的鱼叶安尼，莫讲咱的鱼叶，你安尼纯轮落去哦，安尼轮好，我会当用死经营。渔会这么过来推销海产礼盒，就是希望会当互消费者，甲过年爱用到的海产食材做一届拢买好，那为消费者省钱，嘛为当地带来商机。记者综合报道。
什么选择产销履历的蔬菜？是因为考量价钱，还是因为包装漂亮，或是今天晚餐家里刚好煮这一道菜？这背后原因不讲你不知道，就让我们回到源头，去菜园里看看这产销履历蔬菜到底是怎么来的。每一株新鲜蔬菜生长期就有所不同，短的20-30天，长的1-2个月，全靠农民细心呵护，这小菜苗才有办法长得这么大。但你以为产销履历蔬菜只有这样吗 ？No No No， 事情绝对不像你想的这么简单。打从一开始，农民团体得先参加产销履历制度的教育训练，借由专业人员辅导农民懂得安全用药与合理化施肥，才符合产销履历追求的安全农业。这是我的那个用药施肥的记录，麻烦你帮我登档。生产过程中每个小细节都得一一上网登录，就像是有身份证的蔬菜，菜怎么来的，一目了然。不止如此，产销履历蔬菜还得经过公正的第三方验证单位验证，农产品随机采样装袋，接受严格检验把关。这是今天采样的。采样后的蔬菜依照国家订定的标准规范检测，得将样品均值打碎，经过萃取、净化，透过仪器分析，获得检验结果报告，再连同现场查核文件，由验证决定小组评估，确认农友都符合规范，就能够核发验证证书喽。要有最新鲜的蔬菜，光这样还不够，一采收好就得马上送去真空预冷，不只可以让蔬菜保鲜，简直跟刚采的一样，还可以降低病菌产生，一举数得啊！所有的蔬菜经过自动化分级包装，确保品质，包装上才能贴上产销履历标章，才是100%挂保证。最后再靠冷藏物流车将最新鲜的蔬菜直送到台湾各地。这就是产销履历标章背后的秘密喽。现在你知道这产销履历标章验证蔬菜有多么得来不易了吧？下次到大卖场，不妨拿起你的手机，产销履历给您最实在的安心。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说真的啦，如果已经是李淑静的话，我会选林国良，不会选你。我之前喜欢女生，到最后通通喜欢林国良。那如果出现个女生，你刚好喜欢，她也喜欢，那怎么办？公平竞争啊，这才是真兄弟啊！你说到做到啊！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
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把你从银行主管手中拿到的资料全部给删除，并在这个合约上面签字。你要不要先辞去银行副总裁的职位？你想要斗倒我？瑞克新闻消息，我想说把这个好兄弟的手指头伸入血过去。发哥，是这款游戏吗？我查发文者 IP 位置，在哪？在你家。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年度精彩盛会尽在台视。12月31日台中跨年晚会，1月1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敬请锁定台视频道。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2月10日，敬请锁定台视频道。今仔夜晚8点到10点，请收看中孝节义。寿星的生日就是妈妈的母难日，母母可以来的话，执行长一定会很高兴的。好啊，给他一个惊喜。我老师。妈妈，真的害得我们家国人亡，家里头人都没有办法。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还记得2019一开春，台视红白给你核弹级卡司。你让我们欢迎国际巨星小 S。排场，2020就要到来，更多不可思议梦幻阵容，敬请期待。祝福大家！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欣赏，这是夏威夷后澳岛办冲影比赛，请各国的歌手做伙来比一个关节。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麦，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